刚开始，项目计拉鼓行30公里，前到1公，再1公，30公，蹲到1公，再1公，30公，弓前，目前人持杯。 弓前目前人准备前到1公，蹲到1公，目前人早安。目前人早安。请坐下。
跟各位先生做决定，三讲师目前人，目前人，晚安。先我们要登记是迄个公牛这一位先生吼，这位先生，咱爱上本来一个天然吼，去公园去玩呢，就是每个月。有这个去办，但是解释是讲，咱的地位为什么活？咱的地位爱时时保持清彩，爱时时保持光明。因咱人地位内无光明，但无清彩，咱人生就变黑暗。咱的黑暗。就是代表咱一个无明，迄个无明就是咱已经入道的众生，落轨道、跳升道、较地狱道，这叫做咱众生。所以呢，因为迄个无明嘛是继续迄个黑暗。你感觉咱的黑暗，我相信咱会的。咱嘛爱咱的庙的精彩，咱嘛爱咱的庙的彩色。什么人爱庙好？什么人爱家己的命歹？我相信，无迄个人爱家己的命运的坎坷，绝对无迄个代志。是安怎咱的坎坷？咱都无爱是安怎咱的坎坷？是什么原因会安尼？因为只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咱道心劫，咱道心劫带来环境。什么叫做道心劫？咱看是即世界对不对？但是咱有过去世，咱有现在世。咱有一个未来世，这叫做三世因果。因为咱过去世咱就快乐咯，咱过去世咱都快乐。咱现在做这世咱唔知影，咱因为咱有识知甲识见，咱有识知识的识，咱知影咱一世人做的好甲歹，咱知影。咱有迄个人，我一世人做拢做，是安怎我的命会遮歹？咱知影咱即世，咱做了错的命，咱就遮歹。所以毋知，咱迄个唱歌阿家人搭好主话讲，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拍拼。为什么会比别人较认真？虽然即首是一个歌曲，但即首歌曲嘛是一个道理。我比别人较认真哦，咱比别人较拍拼哦。这个角度是讲，成功拍拼无代表会成功。但是你要成功嘛，一定要去拍拼起来啦，吼！成功一定要靠拍拼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迄个拍拼，为是愈困难愈食难，为是愈困难，为是愈拍拼，愈严重。是安怎呢？上天拢无保庇，毋是上天无保庇，是因为咱做因果，咱过去所结的因果，迄个老坑太老坑，咱无了解。所以咱若面对着咱的无如意，面对着咱坎坷，面对着事，迄个个事无效法的时阵，咱拢会做些怨叹，咱拢会做些不满，咱拢会做些唔甘愿，敢是安尼？但是唔甘愿，唔是你今仔日佫唔甘愿，你就有法度解决迄个代志，因为你要去头迄个干。你无去头去讨迄个干，迄个干过，虽然讲世间有一句讲，身有千千结，心有千千心有千千的干，一个干，就一个苗，一个干，一个苗。人生来讲，这个世间有千千的干，所以讲，咱人来讲，这个世间应该去讨干。如果咱人来讲，这个世间无讨干，到尾变成拍死干。是迄个拍死干，因为你毋知要哪去讨，所以讨毋是用，因为这个无形的干，而迄个心，迄个心的干是用道理去讨的物件，毋是我一条草绳啊，你拍干，我草绳啊，当然我来讨干，毋是这个道理。迄叫做树的迄个绳啊干，但是你的干对，你的干是心灵，
哦，人叫做心觉，有无？你有心觉都无，迄个心觉就是带互咱的痛苦。所以咱讲心结最痛苦，物结是最悲哀。心结啊，心结是上个痛苦物件啦。心结我心结，哦，透袂开。有阵这心结30年、50年、1世人，都夹伫个心内，迄叫做心结。哦，阮叫做无解，无解误解叫做无解。人无解这件代志，我可能无解，别个无，当然有别个啦。迄个无解是咩啊？但是咱有一句话叫咱谅解、谅解、谅解啊！吼，咱谅解别人，这个代志咱去原谅，会当去包容，会当去谅解。这个谅解上个快乐，吼，嘛上个有智，嘛上个咱有度量啦。咱会当去无谅解别人，上个有智慧就叫做理解。咱若遇到代志当中，咱甲讲看较开的啦。较理解的啦，吼，哪看袂开啦？有无？理解，咱拢知影理解哦。这个理，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道理的理，哦，这个理，哦，这个理，咱若有理，咱能透迄个概念；咱若有理，咱能透迄个概念，咱能透迄个心概念。所以人有一句咧讲，爱讲有理走天天啊，有无？若无理，就出无人命。我咧讲无。咱有理有无？咱今日来学道理，来遮听班就是学道理。安尼讲听，咱今日来遮坐，就是咧听道理。无咱来遮坐创啊？迄坐一步咱偌忝，你拢知影？迄坐一步咱有几万？你坐这一步啊，少气数。我要坐一礼拜，我要坐一礼拜较早，就伫身体啊，哦，再甲金金啊，3工5工的班次，我这种时常咧坐物件。咱若坐半，咱若坐一步尔，是不是安尼？一步开班马上对8点开始开，8点半开始开呢。我迄阵的时阵，拢对7点半、8点就开始准备，啊。哦，所以这个道理就是，你只要意啊坐掉，你的心若坐着，你的心静落来。所以，若讲人欲静静，天理悠悠；人欲静静，天理悠悠。你来坐一个椅啊，你坐了后，一个心拢咧想外口，一个心啪啪走。人坐伫遮尔，心拢伫外口咧走。人讲啥？参像参像无魂附体的什么啊？丢超人啊！吼，人迄个心伫外口咧转呢，一个人坐伫遮尔咧，安尼你听道理有无？讲的嘛是听无道理啦。人咧听道理。咱听什么理？咱听到尾啊，都无道理啦，吼！是安怎讲？因为咱的心就伫这个所在，咱这个椅坐袂掉，这个椅坐掉，你的心会拖起来，拖起来从哪？公司讲什么道理？公司咧讲什么物件？咱若来今日下晡下早来遮坐，早啊，若咱捡一句的道理落啊，一句落啊，你叫做受益无穷，你叫做受益无穷，因为。这个道理，要捌这个道理啦，毋是伫外口会当去物件。所以人讲一句话，讲道理啊，吼，迄个人讲怎？讲恶言啊，必死啊，善言难闻啊。恶言毋死啊，就是讲咱今日伫外口要听迄个是非的话，足简单的啦，伊就是足简单的啦，哦，东家长啦，西家团啦。迄讲迄落话对咱的心情理解是点啊帮忙都拢无问题。迄叫做恶言而死。咱拢听一番本色话，哦，善言难闻，善言啊，吼，善言的道理嘛，吼，难闻，难就是讲你要去听无当听，咱才讲，你今仔日伫这个所在，当听道理。我即摆做比如啦，吼，我想有一讲进步啦，进目前中，明年将会在要选总统。是安尼吼，正外口正面足济啦，但是正面肯去到正面台仔顶的人啦吼，无论是国民党，还是民进党，还是什么亲民党，还是什么党啦，什么党都好啦，去就是咧批评对方啦，去就是恶人的参巴啦，去就讲人是非啦，敢是安尼？拢我上好，别人拢上歹啦，
拢是安尼啦，你甲看拢是安尼啦。因迄政治人员徛去到港台，每日我想办法人上好啦。伊若讲我想办法人上好，安尼这人就定当选的，对啦。但是伊无人敢有人勇敢讲我想办法人上好。哦，我赞叹什么人？无人安尼啊，无一定无安尼做。迄叫做哪？迄个社会，迄个政治，迄个理想。迄因为为着要推翻着对方，我得着我的正法，所以叫做不择手段啦。安尼讲听意思？叫做不择手段啦。啊，不择手段了后，伊用什么手段都无要紧，比如讲摸啦，比如讲人诶，无影无代志啦，因兜诶迄个规地做就挖出来啦，敢是安尼？所以人我怎讲？当掩人诶过去，掩人诶无好，掩人诶善啦，迄嘛叫做善人啦。掩人迄个无好诶代志，过去咱有时无做唔对诶代志，咱甲掩掉，咱嘛做学人过去迄物件啦，迄叫做咱今日有度量啦。啊，掩人诶好诶，就是人诶好诶代志，伊有做善事、做好事，啊去甲善用，这个人无简单啦，这个人叫做有智慧人啦。但是有定时有一款人安尼感觉啦，出门就是随讲就是讲人诶是非啦。啊，伊过去安怎过去？啊过去就过去，啥咧讲过去？较讲过去啦，啊倒咧就困袂去啦，啊这个就咸哈去，敢是安尼？啊，嘛拢咱几只项过尔，啊都边仔见讲过去，啊过去，当个时日都过去啊，你啥咧讲安尼过去要创啊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毋过诶时阵啊，较困袂去，一日都头壳边拢想这个，想你又爱想这个，较想嘛想遐物件，啊这就开始在哪？就对对下去，啊所以咱今日咱逐拢唔是啦，你也看咱逐个精神也好，你看，等一下你开班的时候，我看什么人先下去，对啦，咱这逐个都做地位啦，啊咱今日我咧讲就是讲啊，我咧比如讲，咱今日是伫这个所在。这是做有智慧人咧做，这嘛做有理想的人咧做。是安怎讲？这是善人咧做。安怎讲？因为恶人做，我才基本就袂合。个人的行为做，我才是袂合。迄叫做哪？迄叫做物以类聚啦，物以类聚啊。咱这群人拢好人，咱这群人拢善人，咱这群人拢听道理人，所以咱今日甲这群人，大拢叫做好人，叫做善人，啊，叫做圣人啦。咁是安尼。啊，圣人哪听道理呢？凡夫袂听道理呢？真正呢，虽然咱是凡夫心，我这心是人啊，但是咱的心是往圣人、往贤人的路途咧行呢。咱毋是想咧做咧懵懂的凡夫呢，因为你就是要提升你的本质，你就是要改变你家己，是你今日才是到这个所在。因为咱人有两种人，一种叫做贵，一种叫做贱。这两种人用这两种人来做个比喻啦，这两种人你听较清楚啦。那伊当时空性人格分为5种人的啦。咱以两种人来比喻好啦。空性人的5种人就是讲，第一叫做凡夫啦，凡夫叫做庸人啦，第二叫做俗人啦，俗就是讲，迄个比如讲今仔日做兵啦，士兵啦，士就是代表高尚的物件啦。第三种叫做君主啦，君主有分本了义道性这个君主啦。第四种人叫做贤人啦，第5种人叫做圣人，这是当时空性人才能分辨的5种人啦。但是咱今日甲分做2种人，你听较清楚啦。一种叫做贵人，啊，一种叫做贱人啦，啊，叫做小人啦。有世间人对这两个类别，圣人就是往上一直咧行，凡人就是往下一直咧飘。是往下一直飘，其实咱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上界悲惨就是对家己无负责，上界悲哀就对家己有负责。我想讲的，我去离迄个花莲，看你对，离迄个和谐，我咧讲，我咧讲做讲咱人对6点，甲下晡6点，按照12点钟，是不是安尼？按照12点钟对不对？我这60多岁应该加到4点至6点安尼跳。我经过10点钟去啊，这个10点钟我经行，这个10点钟我经行。
咱家己想啊，对下早6点，我已经行到4点去啊，5点、6点、搁2点就3点尔，换一个继续搁2点就翘去啊，对啦。哦，搁即个时间就无去啊。啊，咱家己看咱的时间咱已经对6点开始一直行，而且一直行。行我行到4点，因为我就是几岁啊，我80几岁，嘛才得差不多，已经行到10点钟去啊。啊，我行到10点钟，我把头倒转来看，我对下早到下晡4点我咧做啥物代志？我议论安尼听下有啦。我下早6点到4点，下晡4点我是做啥物代志？换一个解说就咱一生对咱生出来行较紧。行到你这个时阵，你做啥物代志？你家己思考者。如果你一世人若拢乐善好施，一世人若拢做得做善，为我众生，我甲你同意。因为你到这6点，你叫做解脱，叫做解脱，叫做解脱，我甲你同意。但是咱若思考了后，咱一世人所做的。无达咱家己人的理想，你一世人叫做轮回，你想叫轮回，但是轮回，你要轮回倒去，咱要轮回倒去，轮回到叫生到地狱道，阿修道、阴道、天道，这个轮回。若轮回天道去，你要做善事，你要对天道去做善事，若做人也袂歹。这麻烦啊！你讲话信所谓动物，天咧飞，地咧走，还是海咧游，拢总走个命，走唔免人手中。你要死，只要你靠底下有钱，别叫我妈，别啥物爸掠啊，迄个土地主，迄自然生出来你就掠来甲喊我，你性命伫你的靠底下钱内底，你拢有可能去到别人，你当甲开掉，你当甲喊。伊的生命是控制伫咱的手中，但咱的生命是控制伫什么人手中？咱的生命是控制伫上帝的手中，所以叫做人命关天。但是有一句话讲：年老精彩，天自安排；年老存财，无名叫来。花落盛开，蝴蝶归来；花落烂掉呢，苍蝇就归来。你人生所做是光彩。还是你人生所做是后壁，后壁这个时间点是足重要。当你一世人对你10点、6点到10点这个过程，互你做，咱拢以为讲咱做无好，这种做无好，这叫做平凡，做无好啦。当后壁这2点钟你有起来，这2点钟你有起来，有这2点钟。你人生的这10点，到后边那2点钟又来，这叫天，这叫地。所以后半段这个时间啊，决定你的命。当你要离开世界当中，你的能量不强，代表你对迄个世界。当你后边这个2点钟的内底当中，你做的能量，人讲过有哪样？有一句话安尼讲啊，过去在少年什么仓啦什么仓啦粮仓啦毋是啊，过去什么做什么仓啦，讲有爱啦，粮仓到食老这个后壁，若做唔对，那是严重啦。过去若做好啦，过去做后壁那咧做仓啦，那咧条路，一句话一个成语我袂记啊，意思讲过去你做的。你一生当中一遍，后半这个过去你当来排解，你人生就总会，你讲听我意思。但是当时你世界你一世人做得好，后半这个时阵，等来开去，等来无精神，还是你吵。所以今日道理要人听，就是要人听吧；道理要人听，就是要人听。讲咱后半这段人生。咱一定爱行出着生命这片天，迄叫做对负责。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原因。咱有邀请到咱任何啦吼，为迄个
迄个分享这个讲师那是讲究真今仔日特别邀请来主持人这个所在，我在耽误你的时间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。感谢吴先生准备前道公、中道公，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的那个何主那个。